哟，哦喽喽，别看，还不到个喊么子，把来吃，风湿病，哎，啥天别吃？个病咋不让他差不多？哎爸，那是一来一说子。是的，别吃，来吃着讲哈，不吃个么哈，是病不来着哈。3位娘俩去意思，看了阿三里个面浪向。毛么子才吃啊？门内呀，是还吃个啊？不像我那副帽子啊，看不呢？哎呦，不不看屁股娃呢？啊，啥意思啊？风湿病吃哇他子，哼！这个粉丝讲你们3辰光还看的，啥地方不看？不看也可以漂亮，侪是凶么是3位凶那子的，对不对？真的3位凶那子的。是你为只披风拉出来，啥地方出来个？是到来娘一4块钱，本来人出来说汤样的呀，不3辰光送来份杂狗，你都来了一咱们杂狗，弟弟啊，你像女婿管着来一笼，你带着出来寻妹妹了，我是寻哥哥啊？是你，快点走吧，这里是公共厕所呢哈，你这身上这还带女厕所去，有一打中央台噻，冰箱门口的，等来出去不开锅的啊，刚这个风湿病吃来没劲，把你毛试过啊，多少钱一斤啊？16，不是，不舍得吃个，10块你3斤不舍得吃，也是60块呀你，臭的。弟弟，看看两个漂亮这样的，比刚子刚的啊，不漂亮。你看看妹妹呢，看看旁边漂亮妹妹，看看漂亮妹妹，个是妹妹啊，我当弟弟的，你那没新鲜着了哈，你得飞走起来呢。想睡觉了，在外面他眼睛就睁不大。我睡辰光不打开灯，半个灯了。是个呀，你个房间里进开再巨好，日光灯啊这样用。你们侪日光灯，你说有啥个灯讲？不是没还嘛，这个眼睛啊在好眼睛睛了，现在侪是黑钢筋，我跟你讲。你们出来要不要穿防晒衣的？我们还要穿防晒衣了，你得不得了？哎呀，白晒不黑的。男三官要拿把做法，细皮嫩肉的。空调开海，你那不来张风凉子啊？哎呦，CV 多啊！哎呦，你看看面孔那个厚，你看看呢，你看看呢，汤汤吃，再不开空调绝搞气的啊！再不靠一堆了地板上的，太累了。是开始空调哪开心的啊？是的是的，咦，我当年1年谁开不了，不来当年开空调，不来救你啊！